新嘅一年都會變成舊嘅一年。傳道書1章9節咁樣講：已有嘅事後必再有，已行嘅事後必再行。日光之下並無新事。然而神嘅恩典天天都係新的，神嘅恩典係唔會變舊嘅，而且係新而又新的。歌羅西書3章10節嗰度話：穿上了新人，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，正如做他主的形象。我哋中國人迎接新嘅一年，都係存着歡喜快樂嘅心，將家居大清潔，有新嘅用品、新嘅衣服等等。基督徒亦都重視呢個新嘅概念。唔單止係咁樣，我哋還要關心嘅係四周圍嘅人是否已成為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後書5章17至19節嗰度咁樣講，佢話：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於神，他藉着基督使我哋與他和好，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。呢就係神喺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，不將佢哋嘅過犯歸到佢哋嘅身上，並且將這和好嘅道理託付咗我哋主嘅兒女。有冇將自己獻上呢？我哋生命被更新，喺生活上彰顯主嘅慈愛。我哋有新嘅生命，有新嘅恩典，我哋係新造嘅人。我哋要更新我哋嘅侍奉。新嘅一年，主嘅恩典不會停止。主嘅恩典呢，只會呢係不斷嘅係賜予俾我哋跟從佢嘅門徒。